點樣去解決安全感呢個問題。咁首先咧，我哋就分為兩 part 啦。咁第一 part 咧就係有得救同埋冇得救嘅。咁有得救咧都有兩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因為原生家庭唔係話好完美啦，咁令到自己嘅自我認同感比較低，同埋對自身咧都比較缺乏自信啦，所以咧對任何嘅關係咧都係處於一個不安嘅狀態。咁第二種咧就係因為你之前嗰段關係咧受到傷害啦，所以令到咧你而家有 PTSD 啦，所以咧就導致到下一段關係都係處於一啲不安同埋冇安全感嘅狀態嘅。但係呢兩個問題咧都係有得救嘅。咁我哋點樣去解決咧？就係首先着重翻喺我自己身上。第一樣嘢可以做嘅係增值自己。冇錯。點樣增值自己咧？揾興趣去學，認識多啲朋友。第二可能自己化下妝扮下靚啊。你見到自己好靚嘅樣，你自己自然咧自信心好高，又好中意影相啊，去增加多啲自信。好似我咁。係啦。然之後第二樣嘢咧，重心咧就唔好擺太多喺對方度，擺多啲喺自己度。唔好喺啲臭男人身上啊！即係咁樣，即係個意思即係點咧？即係你唔好成日諗住去邊啊，咁樣去做。應該諗我今日去邊度 rap，我今日去邊度嘆，我今日去邊度爽。男人只係調味料。哇！好呢個字好，哇呢一句可以列入去世寶名人金句入邊啊！即係總之着重喺自己度啦，就唔好咁樣花咁多時間喺對方度咯。然之後咁另一半又可以點做咧？咁咧，其實另一半做嘅方法咧，其實有好多嘅。咁愛係藏咗喺細節當中，你只要細節話俾佢聽，你愛佢，其實佢感受到。我舉個例子，例如你身邊嘅朋友都已經知道佢啦，佢知道你嘅行蹤啦，或者無時無刻都有一個分享咗俾佢咧。其實我相信缺乏安全感嘅人，其實佢會感受到你真係好努力提供安全感俾佢。咁當然啦，係辛苦嘅，因為呢一個唔係一兩日嘅事，可能係一個持久戰啦。即係如果好似我哋咁樣嘅實例咧，其實大寶起碼都用咗可能3-4年嘅時間，佢先可以真係將我可以由一個好自卑嘅人啦，慢慢咁樣抬翻上嚟俾大家，即係好似而家幕前大家見到嘅我咁樣啦。點解要花咁多時間去處理啦？咁其實咧，因為佢哋缺乏安全感，本身都唔想將最內心入邊嘅問題去俾你知道，即係好似佢嘅死穴咁樣，唔想俾你知道，就好似咧剝洋葱咁樣，越剝越刺眼咁樣，佢就唔夠膽 show 呢一面出嚟。所以咧，你要花好多時間俾安全感佢先，然之後先慢慢一步步氹到佢究竟你其實以前係乜嘢問題導致你呢家發生呢啲好多唔同嘅猜忌啊？咁你當你知道就知道點樣去簡單快捷去解決呢個問題。所以安全感嘅問題，雙方都好重要，一方要有耐心，第二方都要有一個信任俾對方啦，或者去信任自己，先係對方。咁冇得救咧就好簡單，就係你呢段關係入邊咧，大家有條刺，即係可能佢出軌啦。即係呢家呢段關係出咗軌啦，咁其實裂咗杯裂咗就係裂咗啦。黐得翻咩？黐得翻嚟做乜嘢？黐得翻，但係都係條痕喺度咯，係啊，所以咁就冇得救啦。咁就關乜嘢有冇安全感嘅問題啊？食蕉啊你！即係自己攞嚟食。咁唔知大家咧有啲咩諗法咧，可以留言俾我知咯。拜拜。拜拜。